咱再来看这不林导演创作的纪录片《看见台湾》，和台湾民众关心环境保护。这出纪录片已经10档了，导演立档前一直向空难不幸过身。这不林基金会最近举办10周年的烈影巡回展，望讲会当透过影像，继续来提醒民众对生态环境的重视。10年前，谢必林导演记录台湾这块土地的美丽，也让大家看到过度开发的山坡地、受工业污染的溪水。这10年来，台湾的地貌嘛一直在改变，有的因为积极改善生态保育成功，有的因为无受到重视，变得路苍苍。会愿意珍惜这块土地的人，他可以从这里去察觉到我们所产生的。过去几十年来产生的变化，因为过去的照片没有可能再重现，只有在当时他所找到的。看见台湾10周年烈影巡回展，要伫咧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举行。自8月15开始，对谢必林出世的故乡台北开始巡回展出，要让大众各通有机会好好看咱台湾的真实面貌。希望带给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孩子。能够认识这片土地，能够了解到当时齐柏林导演他所要带给大家的精神，他的意志。我们只有一位齐柏林导演，但是他的精神、他的理念却深植在每一个人心中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纪录片当中感动人和惊人的影像，拢会伫咧展览当中一个一个来回顾。透过谢必林导演的作品，去比较台湾这10年来环境的改变，希望用强烈的对比变化，继续呼吁社会重视环境的保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